评弹艺术的窗口，评弹知音的朋友，我是黄磊，欢迎走进苏州电视书场，观众朋友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您播出最新录制的长篇弹词《大红袍》，由胡国良和沈玲丽双档弹唱。《大红袍》主要讲述了明朝年间韩林被人诬陷遭发配，素英陷邹兵入狱。杜鹊桥夜到海瑞袍印，破海瑞到松江审理邹兵一案。海瑞携跟班海红便服搭明船前往，在苏州遇到漕运梁邦阻路敲诈，怒碰梁船，海瑞严惩奸徒，又因访拿恶霸，在白雀寺被恶僧罩于铜钟之内。杜鹊桥大破白雀寺，救出了海瑞，然后呢，到松江为邹兵平反冤屈。大红袍从夜探辕门开始，一直到海瑞做法结束，总共是32回。好，今天我们先播出第一回夜探辕门，由胡国良和沈玲丽双档弹唱。江湖一气冲霄汉，专打人间抱不平。我杜秋桥当年做过指点保驾将军，这位豺狼当道，胡宝专权，我弟弟被奸臣活活的气死，我就不愿为官，挂印而走，杀的是贪官污吏，干的是偷富济贫，浪荡江湖，四海为家。倒也有趣，快走！不肯上台，上头该奔。可啥人意？江湖一日都无缺角。那天看看你浪荡江湖，哼，好人家出身，将门之后。你的爷叫杜刚，当年做过王神都总兵，你自家做过实力保驾将军。因为这些人光是道浪向偷官污吏，妄淫不法，祸国殃民。你个爷把他接人，我就气杀。那么你看出官场当中和不从容，恶意上去，非要做官了，过瘾很走。在那江湖浪向，走南闯北，一里想当白府兵，压里想杀土姑，为了干一杯志同道合的朋友，将来保佑不假。那么杜彻桥生的还是样子呢，谁的兵力身高7尺相推，不人家的头呀，放低个叫董事头，有的个叫袒露面孔，上的个叫上毛面，都是杜彻桥个只头与众不同。三人共2对鸡，一只改来的，而且面孔上清啊，得一只台相改来。两条红光眉，一双地光眼，啥叫地光眼啊？这双眼睛黑白分明，越是到家里向，越是望出去清爽，那不懂的朋友家里深爱的。大面看看两耳夫妇，有棱有角，这面7根，该面8根，切不松跟网上切个，灵骨中手，两只世界的龙啊，富长之不比。英勇可怕，头浪像将军，身上像机关比金打，腰刀坐等花絮，一身打扮啊，好像一个奇葩官，而是骨子根本不做啥个奇葩，实干打扮做起事体来可以比当地，此非为之自家无铁子弟兄，周应龙的儿子叫周兵。在那松江河亭有街楼里向，却有王故事不破此世人。为之兄弟的事体，
千里迢迢要赶到南京超光公园门龙向高上神哟，所以不分昼夜，上途该奔。到那一天，异地南京，嘿，都差了他到南京城一口呼，都真是到底去吧。家郎向来来往往，车旅不息，正车丝马龙。到实际上南京大寨，我要做自己，要把定生计，要牺牲一个客人。对，都差要注定一对，一大路的过来，摇摇摆摆，气走气客。几杯三尺不完，车里看只狗，要吗？哎。也行靠的啊，天天写题吧，那你给他一评论，三户规定高的毕业，哎呀，试试看啦，试试看不是哇？哎呦，像南京上货做生意的人蛮客气的，本来就要人靠人，那么谁是地方？小二，哎，就是你们，来，前边领导。好的呀，可仔细跟我来啊，努力临近抵挡的，不认真上来。大金房改嘛，要就路灯子上回得来对一对，干嘛还是龌龊没干净了？既然没干净，至少也实干呢。搿来嘛，就是走不离口盖，两里恶心。要么清楚。好，有座了，包谷一方都菜掉，将身受敌。上过下面，盖过买军们。要么来，等个几个。干嘛？南府居罗达。小地方，山东。说个山上话讲，山东头上话玩。哦，山东。姓啥？这个。姓这个啊？这个哪个？啊，姓哪个啊？这个哪个姓？你等一会儿。哎，那我想这么一想。你姓哪？我也想的。妖精出门忘记带出来了。这姓是用不着打出来过。啊，根本你慢慢去想啊。那么等菜这个姓还是忘记他，哪会得忘记他？因为大菜叫自家心里向有数嘛，我三个字，东吴龙向名望普普啊！我只要一讲，我只要到武腔叫拿到一号，哦哟，来自个1888，夜里向不要不能打发点么子，但是不知哪个么子侬哪会得有？第二次个名字吧，一想，哦，我想起来了，想到这是？我姓李，姓李，哎呀，我这里为了上配李我不是我姓莱阳李。莱阳，不给个姓官。我都晓得是要的啊，你是山东人，我去山东吃莱阳李官是个，大概就是墨子李吧。你说墨子李就是墨子李弄弄。你那是讲随便的。我这个人非常的好说话。哦，那个墨子李，姓李大。什么叫大号？名字啊？名字就是名字，不要打什么气口嘛。你开个拿去看你，介绍名字。哎呦，我没有大号小号的。我是排行第2。哦，人家看得起我，叫为声李二太爷。哦，李太爷。对。那个。不知不必放一放嘛。哎，杨门啊，你在南京来是看上去公公啊？哟，你怎么知道啊？看得出怪。看得出的。我想大概有什么怪？好眼光。这个。我是当公事的。绝对是当公事的。我到南京来有公事。绝对是公公。哈个，再拿过来一本菜单。邻居他呀，那么也请你递酒了递菜子哎，不要点了。好的，尽管拿上来，我吃了再算。哦呦，来这个国康子喂，哈个，少客气，给高低头个小菜一扎扎，带你递上去。发达下头，希望给你这餐饭呢，不久辰光，小菜一扎扎，随时还在，端上来台子上向放的切都不正。最大的明年太阳，来，不要客气，请吧。好了，有了啊！大菜叫举杯试饮，3杯只有我懂啊！将娘来当听。海在超广东人，名气响得呱啦啦，清官，这到底清得哪？当地的老百姓在清上，娘来闷气，而且我们来高上的。各上南各方，从来分各个，当听。这个
小儿啊，哎，你们这里是南京啊？哎，你不是不行。哈哈哈，南京地方有一位操将大人，他是姓海，叫叫海人。对了，叫海瑞。哎，他年纪不小了嘛。哎呦，73岁了。73岁了。哎哇！到这儿南京做了多少年的官呢？总要有5、6年着。有5、6年了。哎哇！我问你啊，这个大人，这个官声怎么样？你要都说他给，听过了，听过。500个人不晓得，听得不能再听个听规则。哦，那小儿啊，没有事干，你就讲给我听听。好乖，就你他呀，你再那个叮叮2个然后，那么你过来吃，我来当不来听啊。好，你讲吧。开工。这批恶乡镇大人分来的辰光，怎么样？为非作歹，两样事体侪做不出个。米行里去抬米，但是不用同地人资格。拿这张红纸头写2个字，代表同地人资质。搿米一袋一袋往中国里向贴出去。这个样子。嘿哇！那普通老百姓拿上张红纸头，等于废纸一张。对了，也不少勇敢。道高就业苦不得，但是哪里都没办法呀。分享到大人一代搿种事体。马上气息没有了。大人是一片在心中百块，天差民间谁口心，他清理公正好事穷，天上飞大人一旦离开他南京，我给了里向位置重新立一遍，凡有有望的，放出去，凡是讲不有望的，重新再审问，这样一来啊，南京江浪向风气随此一振呀。老不是一归有之。这路不是宜，要不闭口了。路不是宜，夜不闭户。是哇。这2句话什么意思啊？是你不懂噻。可怜你到底不听我啊。当然心情开心不要动气啊。路不是宜啥个意思呢？就是讲路浪向山上么子，不忙就自家袋袋里向扛。是不袋袋分袋袋有个。难为情不还意思哇？该个么子本当不是我的要，是吧？那还路走去呢？那么谁让是哪办法呢？来了路旁边等，等着他们这个人围住来塞，该不理。那么遇上是等不着了。寻路该个么子，一把对面去该不理到，关家里头小一张，是个占领。再不来嘛呢，我搿样么子送到水塘里去做还是？这么好。这路不适宜。那么夜不闭户呢？要不闭户么是哪个？实是一看，你南京城里向有2个人家出来屋子。你里头门不关来几10里，里头要里困干，食堂个门啊开了海。就要不闭户，那么你别说，门没开了海，等不18去推么子呀？都出来听，这个事也要来听，刚这个。没有人随便到里边去拿东西来。我们是个人们谁手啊？没有人拿东西。我们是个人们谁18把？要是把这别个了，可是18把。好，他们到哪里去了？如果他去不同人做光了，这位抓光了。嘿哇，
大人做来这个事，打开油门亲自审问，父母好大呢，面孔显示是冷的，审得你清晨，为啥非要去做事呢？哪晓得一趟做事，终身苦吃啊！搿种就叫到难过啊！那么个事。可上次在面孔的大人讲着，是大人啊，我也晓得做什么不好的，但是没办法呀。你还晓得我屋里向上有了，我有些一样高我看，我们也不少生意，做生意嘛也非本地，阿是啦弄改革。大人一听嘛良心真好个，为啥谁当了人？不理一激动的哦。别个规则，哪能拿这个激动的，哈哈叫别人做生意，不能做18%钱都没了，为做去。那得必须，这个内当中啊，有绝大部分人呐，属于可以改善的，还个18%。我这是同地嘛，根本做生意，这样不推么是真，但是还得，代别个还有一部分属于不可改善还的是不对，你都天上欢喜做事，就实心难改。这是话三过来骂我啊，我们过非要这么天上做事啊。他们喜欢这样啊！我看来讲，大人不理一激动的，谁讲谁上，回家屋里向瞎吃瞎用，侪用光，不久辰光弄改革子，一起做30岁退，那么也做得来噻。一旦水银，大人一看又是那个屋头玩，说上最后把那个激动的玩，你那也进来着呢？对呀，你大概说，这个时候只来这个外国，这个字。什么意思啊？你叫杀腿子呀？也是，反正我要杀腿子的，让我杀腿。哎呦，你他怎么讲啊？做工真好，也是靠上上面孔嘛。说大人啊，你还晓得是来不及呀？上肚子大，你帮我可一激动的问我是想好叫重新做人的。分享上去娘一上决定呀，我为之距离嘛，亲老中全部在看光个噻。大人心里明白。这是给老师句谁当来真的为着谁当人再不理500别个特地定做那呢整个也好好叫做生意钱都没讲也为做起着不晓得涨起了实在不涨起怎么样啊第3道也进来了呀又抓住了大人一看嘛如果是那个后头关还在一而再而三那个后头改不好个在不来当来都是为啥谁改？不能吃不能吃，代表过来永远不许吃改。这样一来，你南京上火，哪个地步做起来，心是为本养出来，这样了，踏平平呀，这个呀，大人是松松得正的心事。大人啊哈，都出去一听没办法，这黑在有道理啊！哈，清官名不虚传，不过不一样是，我要告上或者哪告法，因为你实在身份大啊，说起来呢，告上到地方都俺们想去干，我不理名人，不以为可知。这个小人，这样说起来，你们这个海公老大是大大的清官呐！是啊！我问你啊，那老百姓有了冤枉，大人管还是不管呢？当然管了，管的。不过我们不讲清官，比文官走啊，怎么管呢？那管嘛，随便过的事情都升高到。对呀。人管嘛忙不过来的，是啦。一个月2日天。初一我半，那油门浪向过放改。初一15，朔望之期，对关。辕门上高挂放高牌，随便上人有望嘛，谁还去改？那怎么告法呢？哪个法嘛小上司哇？哎呦，都猜就是上司小不来，而且1个月2次，初一、15、今朝18，我要等3个月的了，可是不来事。不过这一项嘛，本人家要小上司，我用不着，我有亲身功夫。都要再讲飞到大人个房间里向，住在你门口当面看守一样的。这个小人，这个大人的辕门在什么地方啊？尽管随龙给他的呀。那，你他呀，
给他一家嘴，吃起随时等高，还了做一个歪，不有然后那就看见在，差几公嘛就是有嘛。哎呀，我来到你去。不，我自己去。你自己去的，还给。哎，小日啊，我吃的差不多了。我在这儿南京要耽误几天，你给我找一间沿街的房子。一个吧，我现在这位怎么样？你离毛公街。压力看我俩代，对喽，你挺像啊，身子没上我俩，压力下翻正翻出便当的么真的，有没有啊？有的，我来瞧。麻烦你。谢你动作来，这个说片，真正学习功夫已经弄死的在，我个头条就要领带给他们。你讨呀？没看到，谁是这个一个拿光镜？不错。沿街楼，还干啥？就是这些。顶我来的啊！我们啥事体做啊？没有事了。那么我们要追着。拿了。我告诉你，啥事体？我这个房间里边，我不叫你，你不要进来了。这是啥了？我有毛病。毛病？看郎中啊？我这个毛病看来看去看不好。郎中啊，看不还是啥？我睡觉有毛病。喷高有毛病。那还我睡下去啊，我不大容易醒。一睡就是几天，我睡得高兴啊，3天5天睡下去，睡得有趣啊，我1个月2个月睡下去算账的。哎呀，你讨呀，根本没喊我们来看看。不能喊，这是我睡觉的时候，那个吵醒了我拿着刀，杀了人，自己不知道。我哈啥子，你听清啊，我不会来叫那个。你不要来叫我。你讨呀，还等你开始采访专门等着你刚来困觉的呀。你听清啊，你啥子哇？没有事的。那么我再找啊。再见啊。再见啊。慢慢讲。干什么？让我们认清爽张面孔。今朝办过头，不知几时再还看见那位。再会啊。再见吧。仙女在哪里？我是门得来大一大上。是，真是。那么，本人讲3年不及卡，再上歪喇叭。你呢？3年不及卡，再上个斗坤卡，不能真。娘里么来哎？斗出去看你爸，上衣浪向身体生病。那么斗出去喷个还是有毛病，有啥个毛病？因为你压力向从来不喷个，冬天都喝，汤里向飞出去。杀头部当白发兵，于是把到夫人这个清酒屋里向找点银子用招呼不大，事体在了压力中。那么呢，天要凉化着，那么你厂里向反正来喷个，那于是把压力向事体都来不及走，天得凉着，那么说话不出来着。为啥？那天一亮，厂里向反正来被人家看见别哈，哦哟个傻巴巴被人家闯了。那汤有地上里向进来，3年看起还要年轻，要理他要分看见的出去，那外头进来着呢，还是不来。那么于是把鸡鸭天发出来。我实际上你讲喷哥有毛病了，那3年不为你心，什么这样事？嘿，辰光蛮快，不多一些，天慢慢慢的要下来。只听见外头哔哩啵哔哩啵哩啵哩哔啵，哟，敲楼起鼓，时候不早，带我上辕门一走。然后最棒，到东牛油门浪向去，当参加走的你的身浪向的行头下下来，往正上浪向一放，报告。打开来，拿出一套哑音衣，头浪向手不路头公手节，身浪向24档你们女婿的手骨头哦，脚浪向大红插口，而且不敌滑雪，只以资金报道，猛正背心浪向啪一插，张子，哦哟，上门里放上靴子。做啥？倘若3年门门里向张看一口嘛，哦，李他要为了喷干，为去医生。都出了2把叮当的走到长庚水长，开，对，吐出去
两旁边一看，不人注意，两只手从衣浪向一打，两只脚挥出去，上面衣浪向勾楼，人顶斗顶都在养绿之势。有个窗，微一关，掀开一条缝，搿只嘴头伸进去，里向搭女抬一抬去，再伸出来，三只嘴头望中窗浪向。围上去嘛，那个大女不得动，前脚看了，拉不开。哎呀，那窗关好子，等些拿围住来你，可是那不要担心，你能够关嘛，还能够开。三只嘴头望中窗浪向，抬上去把它的功夫吃正好，里向大女跳出来嘛，嘴里一关，窗马上开。你给他本事哪里了还？可是你也不肯讲，我也不想好，大家用不得当真的。那么他就怕从关好人临上，望正小女子的方向。抽条风中，深情似意，花灯一昏。大出一个条腿，出名的叫飞毛腿。讲起这条腿，有几句话形容的。叫提气刺腿，征服马虎，清晨出门，离开山东的山坡，先到苏州买点零路，再到金华晒出点火，可以不想南京、塘沽、杭州、西湖、四川、成都，回到山东还分点火，也是俺花得了。现在他大牛油门浪向整整一些小，都给他一口火，起锅从小火，对了，算是大牛油门。不过大人油门跟随啊，还有灯火明灭。这看见下头几把鼓三老爷兵丁差人纷纷收手，可是我不能下去，等下大差条人望正屋面浪向一伏，那是两根左手，眼睛就什么盯着多了看。大人的油门浪向沙崖谷一崖天400分，东南西北中5路，等到一般沙特，大概到休息，大概交叉子再继续说。现在不是吃阿拉休息的辰光，但是真正一些功夫，骑马的骑马，步行的步行。四面三开，真正一些辰光，下头必必人冰清冷湿。当才一哭，坐得动，我去吧。我面浪向出来，哎对，一看油门浪向上头每头一块壁，南日地草房引油。对了，就是这里。那个油门，两边500人杀进去，穿过大堂天井，到大堂浪向一看，哎呦，这大堂都等于昏了。但是奇怪，为啥么里向没人出黑，一个人也没得？哎呀，大人实干部的兄弟啊！中东上兵马前两个油门浪向飙出来热力，打破的压力，文士手劲如此，差人来来去去，肯定有人，哪个的灯光不了人也没。他回到了里向，穿过大堂，到礼堂天井，对礼堂浪向一看嘛，哟，身边没人出个，一个人也没得。这个到出来有点气心。他会得拔出的拔到城隍庙里向来个，那冰清冷湿个。再看看清爽，两脚一点，啪，抽到屋面浪向，打开山上天井，对山上浪向一看，哎呦，一下没先将屋面浪向吹下来，啥的，实在拔到城隍庙里向来，每栋的山上，只有骆驼夫这样一粒雨最好，落雨，落雨。当中一个城隍老爷，两只手哈起手，边浪向立好两个12弟，
动啊不动？哎呦，这真是荒谬啊！三娘围住去了，都出去，公正要相聚。一向声音来着，为海头人数十年，乌沙头上最青天，牛鱼里面东盖口，不追不啦，不闻闻那地，奔不大，还在四岗风，广州中山西人士一帮小李出生，出世以来绿手西征，可恨张居正10个为相，祸不扬庭，今日还闻，明日还风，少人太欧遍地，何日才能亲手事情放在我心头之恨意。哦让采花东人生半边，立下2个童儿，一个叫海红，还有一个叫海亮。两家头等子来了几十年载，自家年龄好像满40岁。因为等等日家比较长，所以对来了个脾气就没得说儿就一说。差不多的公文里头还可以带屁屁了噻。手里头是主播，还别个没看上去了，但是像父子，那么哪会是这样的人？来了，因为太子堂下来没啥事体了，大里头么人人开心，讲讲闲话，来得个眼黑。你记得听你都称呼还在，福建来要等人，那么很少人叫来雕，因为广东人有个称呼介绍来阿雕，那么接得啥子？来阿雕，接得跨门当中长啊飞脱个在，这样一来随便来雕在，现在看你气得这样，来雕，还在哦哟，你上次年纪这样，来不着管是了，气得这样，自家身体当心啊。那对啊，那么没几人了，心就不出关。慢慢就来，定心还是我，想当初你送谁的世道太平，那么哪年这样努力背的？那么现在张居正让不进呀，无法上打不给你让南征啊对，今日有机会在北京去，你要上那个步兵们，叫你要来搞门不用的，这样没特里，哎呀试试看嘛。明义送正在转移，而今我主人你买了，这个晓得闲话呢，一点点不来玩，就来当一张，一来你就一万，来了开心，刮不得这个2个动物来得个他人欢喜，真是体贴实惠。像自家个小辈子看，好，谁将心事谁舍弃？那么对在来，什么时候了啊？将军你家在，快要后进了啊！是哇！哎呀呀，开胃吧！哦哟，来掉，你在想个吃药辈子，我的嘞。这斗鸡来个提来个百姓子哇！为什么不早些讲？你哪个是呢？你是东高，你是西高啊？东高不这样的确实你西高不够相对。去的都一，到一边将所有的小菜全部拿出来。那么我来去丢正啊！让海我们去准备。嘿，我们弄些个豆菜一看嘛，不是什么了呀，这就是海在海头呢，上路不看去。老的都在走手7、8走，哎呀，大人啊，办公室办到将近2缸的说个
要万分吃啦，这里非常旺脚啊。不过那看哦，根据这个新闻，搿等亚万是一定丰盛得绝，动还有山珍海味。对，看，哦，出来了，出来一个动物，水里向拖着头，头里向两只盆子，油泡饭，一双毛竹块，什么呢？当菜缸头人吃个点么子噶？哦，总大概第一的为于第二的，不晓得多吃的啊！那等发了再就是俺一大头。海我出来在水里向得是只盘，盘台浪向一放的，盘里向么子一样样搬一搬出来，盘得来盘边过一过，凳子通一通。来表，来吧，跳吧。好，到女力起身来，最得比让小台子跟随身体受定，拍饭拿起来。我子两口拍饭，那么要吃小菜，两只盆子，啥个小菜呢？一只盆子里向萝卜干，过去蛮欢喜，现在年纪大牙齿发大来，所以发大吃。还有只盆子里向嘛，最中意吃起来牙齿用不上，啥么子呢？食物，刚正要想吃啊，快一放。海红海亮，你老爹吃要为么地名做啥了？我的小菜呢？谁了浪子哇？关于食物呢？食物没吃光个的哇？啊，吃不了啊！哎呀，吃肥了。上人家吃点食物我还肥啊！可是老爹在做人讲我不会噻。我记得还是哪一天买的？谁日？哎，那么是厨房的都是哇？里头当你过3日天，还得吃光。这鱼吃了一cc。哦哟，一cc了，说那一cc嘛，一只角。海鱼，鲔鱼嘛，那海两兄弟还是一只角。鲔鱼，哎，鲔鱼嘛，我还一只角。鲔鱼，你别惊呀，我会得吃板门干。鲔鱼里向稍微个石子师傅还是一只角，还是我。鲔鱼，老爹，5只角个师傅是不来海呀？一块师傅，哎，吃了4只脚，没这当中还有油端端的心子呢。哎呦！来两个总怪不对呢，有对个心子啊，有对心子嘛，一块师傅174，不让倒头个是哇。我的人带过，那份大门我当来倒头过。可是你吃得太肥了。对了掉，阿是吹个轻地包，哇啦，乡邻听就要谢了呀。哦哟，说什么菜缸头人个有气泡这样些，吃块过食物要为什么说三门事？小心吃坏了你的肚子。分听这个，吃食物会吃挖肚皮的。照你这样肥呀，不从明日起，是否就不买了？没哈，食物不嘛，大家不吃，马这地方不多。哎呦，太肥了，太肥了！哦哟，马这嘛已经去杀灾，哦哟。哇哈哈哈！我也来开心。你到东家到西家来这个日落，一年大家也真开心。等到大人要饭吃脱了，嘿嘿，那么要办公事，办好公事，到房间里困觉嘛，大菜要下来，切包倒饮，无为。